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年刀，年刀的脚步愈来愈近，日头的喙鬚愈来愈长，故乡的田土愈来愈香，大家转来闻田土味，外口热热滚滚。内面冷叽叽，关系泡2杯咖啡，年刀暝哪啉哪等你，敢若听着老时钟滴答滴，小小的温度听着过去，拍开柔柔的旋律。一人一杯一杯各一杯，月娘夜醉夜绵绵，多情酒到天光。智慧甲感情画平行线，春天一走20番。你若定出世，你若无啉明波水。阮要找你讲过去。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故事第135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婉老师所带来《年刀》。顺入去，咱邀请韩婉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这内底的含义。什么是年刀？就是农历的过年啊，就是这个29暝啦吼。啊，有当啊啦，迄个月多30，啊，就30年，就是一年农历的最后一天吼。啊，嘛有人讲大年夜吼。年刀的脚步愈来愈紧，表示就是过年要到啊。日头的喙鬚，就是日头的影。啊，日头的影伫中昼时啊，伊的影上短，伊的喙鬚愈来愈长，就是愈来愈晚。到黄昏的时，故乡的田土味愈来愈香，大家拢紧要转来啊，啊，就愈活故乡啊，所以呢，大家拢闻着故乡的田土味。啊，到即阵外口热热气气，大家拢转来啊嘛，啊，所以出热热。外口出热热的，啊，内面就孤单一个人，所以内面冷叽叽啊。啊，伊呢，惯是泡2杯咖啡。较早的时，厝诶有2个人，伊就是拢泡2杯咖啡，2个人啉。啊，毋过后来剩一个人尔，伊嘛是泡2杯咖啡。啊，年头暝哪啉哪等你，等。心中这个人，看会当来啉咖啡无？敢若听着老时钟滴答滴，小小的温度听着过去，引起想着过去，拍开着柔柔的旋律，当然听一个音乐啊，一人一杯一杯，搁一杯。较早伫咧是2个人是一杯搁一杯一直啉啊，啊，即马呢，直接家己一个伫遐酒，伫遐等看，即个人会转来无？啊，等到天光。智慧甲感情画平行线，即个智慧甲伊讲啊，袂啦，袂转来啦。
啊，毋过伊感情呢，伊嘛是要搁救落去。春天一早20旱，20旱20冬哦。你若定出世，表示即个人安怎已经无伫咧啊。即个孤单的即个人，伊就甲对方讲：你若无啉命泡水，你都袂甲咱即世人的故事哦，咱即世人的代志放袂记。安尼后世人，我就会当含你过来见面，啊，佮甲你讲咱即世人的故事，互你听。韩文老师这首诗的标题《年刀》，也就是马上就要过年咯。说入去，咱邀请嘉义的文史专家黄德英老师来跟咱分享咱台湾传统的过年风俗。咱台湾的一般人来讲啦，伊的24送神、25满面，大概拢会讲安尼，啊有诶伊会到26咧清顿啊是安怎，所以总是讲咱所听到的，大多数是拢咧24，就甲神送去天顶，叫迄个讲赵文公迄吼，啊25就爱满面，啊但是呢，咱台湾人吼有一讲伊的祖上若有做官啦吼，无管讲做偌大的官职吼，有一官半职的吼，因的做法吼会无共，伊的神爱较早甲送出去，就毋是24咧送神啊。啊，像讲我这大家，阮遮就会讲23送神，24满面，25阿嬷兜，26转来食青草。这阿嬷兜就是去外妈迄边啦吼，啊26就搁翻头倒来厝来食青草啊，啊过年就要到了，所以遮就23送神，24满面，这是咱台湾有一寡地方上啊，咱甲老辈请教讲，现在一般讲法，人拢讲24咧送神，25满面，咱有部分所在会23就咧送神，24满面，道理就是伊有诶讲有一官半职的人吼，任官职的人吼，伫清朝的时阵吼，会早一工来做这个工课。一般来讲，咱拢会讲迄个除夕除夕，古册嘛有咧讲吼，做除夕天光是元旦，老幼烧庆赞。像讲咱过去古早咱台湾人拢大多数也读个千金谱，千金谱伊就直接迄两字点都用文言咧讲的，讲叫做除夕啊，吼，就讲除夕天光，除夕之后过是这天光是元旦，是元旦吼，除夕天光天亮是元旦，除夕天光是元旦，老幼烧庆赞。老幼先讲就讲男女老幼吼，男女老幼吼，大家当着恭喜哦，新春发财哦，安尼就对吼。啊，就是老公见哦，安怎？较早咱大多数真务实的一个讲法啦吼，大家恭喜新春发财，大概是安尼。啊，若对老辈讲老公见就是讲祝福你身体健康安尼吼。啊，还佫有一项，佫即马较无重视啦吼。有安尼做啦，就是搭春联啦吼。之前是一天年头的时阵爱搭春联，搭春联即过去是拢会，那早期的台湾社会吼到清朝啦，到日本时代也好吼，较济读册人就是讲较有读汉文的汉文先啦吼，像讲咧开馆教汉文的汉文先啊，伊嘛是爱倒来故乡伊嘛是会囡仔有像即个咧晓歌共款。所以伊就是就伊会晓的是写毛笔字，写甲会真水，就是这书法书法会真水。伊佫会晓做句读，这就是咱台湾话有一句讲做吟诗作对。吟诗其实包含着作诗哦，诗会当做，像李白、杜甫迄种会晓作诗。咱台湾人有读册，共款会晓作诗。咧做汉文馆的汉文先，伊共款会晓作诗，所以伊就会当用人的点号两字或者啥物来甲上头前叫做冠首啦，冠首联。首联的首，当然就当做做头，所以嘛做冠头联啦，就是对联一间公司做大枪就大安怎怎，枪安怎怎安尼，迄做对联啦吼。你若定出世，你若无啉命泡水，阮要找你讲过去。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婉老师写诗，黄德英老师主题讲解，洪昭文吟诗，查门溪电台制作，家事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